常见应该就是违规停车吧？应该是第一个违规停车，第7个这个红灯右转吧。我觉得应该是闯红灯吧。最常见的话，应该是比如说违规临停吧。对骑机车的人来讲，就是如果车子违规临停的话，机车常常就必须要绕出机车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就是用路上的安全的顾虑。今天想要讲争道行驶，因为像来的路上有时候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啊，然后有时候遇到就是可能汽机车想要超车，然后机车就常常会切到内侧的快车道，然后对于就是开车的驾驶人来说，其实这样子就还蛮危险。台南市10大常见的交通违规哦，那第1名是违规停车，第2名是超速，第3名是闯红灯，第4名是未依规定使用灯光，第5名是未转弯未依规定，第6名是争道行驶，第7名是红灯右转，第8名是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第9名是违规临停，第10名是未戴安全帽。我们经常看到用路人开车或者是骑车，他贪图方便，直接在路边或者是十字路口、交叉路口，甚至在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直接停下来。像这种行为一般都会挡到后面车子的视线。有时候后面的车子为了闪避前面的临停违规停车，为了闪避前面的车辆，去跟其他的用路人车辆追撞这样。很多驾驶朋友就如网络所说的切西瓜或者是鬼切直接从外侧车道左转，或者是从内侧车道右转它跟争道行驶差不多是一个概念。一般我们在路口接近路口处会画设双白线，那这个双白线的用意就是禁止驾驶人横越或者是跨越双白线那这2个交通违规都会造成后面用路人闪避不及，突然冲出来追撞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请每一位用路人从自己做起在路上多点耐心，多点安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其实交通安全是行的一个基本权利了。那过去台湾常常被人家讲说行人地狱，台南也常常被人家批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事故率比较高。那我们从硬体跟软体方面的改善的双管齐下。硬体的部分，我们对于路口的设计，包括行人专用石像，还有包括路口的改善，这些在做那另外软体的部分，我们希望驾驶人跟同学都能养成，跟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养成安全通行的习惯。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天狗率已经破2万例，议员彭一峰环岛嘉义区传出第2型天狗率病毒，若是无控制好势，会变甲真严重，而且因为喷药民众需要请假，搁爱整理厝内阳性体部搁欠货，引起民众的怨叹，要求市府爱补偿。虽然台南天狗的确诊数已经连续5礼拜有下降，加上天气转冷，对疫情有帮助。不过到今台南已经突破2万病例，嘛是事实。加上嘉义区累计有13例第2型病毒，已经是上界严重。农福议员彭一峰相当烦恼，伫总时要求市府慎重处理，唔通演变成本土性。即间一定要完全清理好势啦，无等啊，互伊这蠓这管转去做若都
变镁混炸吼，若都过冬去吼，我嘛讲吼，以后咱的这个登革热会变较本土化去。这个登革热吼，这是因为主要是咱台南啦，台南甲高雄这个爱知班文这个代志，吼，所以针对这就是讲咱全市府叫咱这个社区拢总动员吼，议员会当看到讲咱其实咱社区拢真正动员伫遐咧清理咱的环境，吼，尤其是这个积水容器的部分。面对第二型天高热病毒威胁，其实无撇步，就是动员清除病媒网甲东部喷药。不过因为喷药所造成的民怨一直拢无消退。包括民众需要清公家喷药前后，拢需要整理清洁，加上养生胶带个欠费，拢互议员要求市府爱加减弥补。当时啊，大家啊，打今日喷了尔，唔啊在要喷啊，啊都喷的都还没整理的，结果又搁咧喷啊，总民怨就出来啊，是不是加减咱补偿一下？吼，有当时啊吼，安尼吼，特别减少民怨，无讲政府就关心咱吼，加减有淡补贴。对此，卫生局长会后回应，防疫补偿金只用伫喷药造成民众财物的损失，并无法度用伫其他补贴。当然，新闻管及杨顺怀采访过的。台南市为2021年开始，陆续将老旧的路顶换成 LED， 不过却传出路顶内底断电器有带着一部分伫检验以后无合格。第一批3万外拍的路顶将伫明年的下半年全部换新。议员李定国伫总质询，都要求爱通盘检讨招标的缺失，避免危害市民的安全。台南为了节省能源，2021年陆续将路顶换新 LED， 并安装伫内底漏电断电器，就是上安全的保护机制。不过因为进前伫议员蔡综合爆料有厂商用大量的零件，结果送验无合格议案，议员李正国伫总质询嘛进一步检讨，认为是当初招标的天数缺失，才造成厂商偷渡过关。因为有关着市民安全，一定要严格把关。对此，干部局长表示，目前第一区3万外拍的路顶已经要求厂商换新，会尽速伫明年下半年完成。全部都会更换新的，而且会延长1年的保固。对，哦，这个是一定会这样子做处理的。当初的规格是不符吗？假设不符合，它如何通过我们环球的审核？它是符合经济部国家标准局的所提供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产品，但是问题是，实际上在做试验的时候，它没有经过，我们都会做随机的抽测，它不符合的规定的话，我们就会将它更换。议员除了针对路顶有漏电的危机，嘛检讨北外环以及大湾交流道等台南的重大建设。议员质疑政府因为节省土地征收费用等因素，造成设计规划并无关键，甚至完工以后电导延伸依然出了问题，所以要求市府徛伫地方的角度，一定要好好甲中央沟通，互前瞻建设就是思考10年后久长的决策。当然，新闻管及杨顺怀采访过的。议员郭丰仪伫总质询检讨市府伫交通、教育甲就业等3方面，敢准备好势啊？特别是老人骑车开车所造成的事故死亡率已经高达4.5%，所以要求市府爱积极宣导交通安全以外，嘛要打造友善的道路环境，推动人本交通立法严格来执行。议员郭丰仪总质询一开始就点名黄市长的年岁无到5档，嘛是高龄的一分子，所以希望甲伊做伙健康老化。尤其台南老化比例搁排6到第3，所以到底咱伫长期照顾、伫就业等各方面敢准备好势，予以检讨。其中伫交通的部分，因为长辈反应较慢，所以交通事故肇事的死亡率已经高达4.5%。呼议员都要求加强安全宣导，嘛对友善的道路环境、正式庇护道等人本的交通来严格执行。我们那个乐龄学习中心啊，也有田露露的这个团队啊，都在做交安的一个宣导。那这都是我们乐龄学习中心，那有一些学员，那他们有时候是拍影片什么啊，就是老人家教老人家，这个效果会非常好。宣导敢有法度完全来解决这个问题？哦，这个是还一个是问号了哈，这个问号长期以来哈，
我们的设施确实很不友善，不管是人行道、骑楼地，或者是标志、标线、交通号志等等，都完全没有针对老人家去做友善的改善空间。面对个人骑车、开车的高危险性，市长会长嘛以台湾女子伫日本弄死人已经成为国际事件来提出警醒，强调一定会对教育、对执法、对环境等3方面来改善。昨天也有一位台湾的70岁的老人在日本撞死一个1岁的小孩，这是也引起国际事件。当然。这不只是国内，所以国际事件我们引以为戒。面对个人交通以及友善的人行环境等问题，市府回应包括提升道路品质、校园的通学步道，以及设定100段路口的安全行动等等，拢陆续改善，要为所有市民安全把关。台南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日本青森县红前函馆文化不散嘉年华，为今仔日开始到12月3号，伫台南大运动百货登场。市长恩委托甲红前市的市长尹天宏，15号下晡嘛做伙为活动揭开序幕，希望两个城市会当有更加侪交流甲旅游观光。日本青森县红前函馆文化不散嘉年华，目前当伫咧台南大湾北盛大登场。伫开幕典礼上，红前市市长尹天宏、台南市市长夫人刘玉晶、远东百货营运长林章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奥正史、台南市日本人协会理事长奥西克彦、上任干事大龟一郎等代理贵宾，做伙画着红前岁末节口号来游街做宣传。记得12年前第一次推广苹果的时候，我们是卖了3000颗，今年应该可以突破20万颗。20万颗是一个数目而已，最重要是樱田市長还有远東百貨的強力推銷。现在整个台湾都知道红前市的苹果是最高级的。その後、観光あるいは教育、文化の交流として今日まで発展してきております。那除了苹果呢，还有观光、文化、教育方面，各方面有了交流。これからさらに交流が進んでいくことを期待をしています。接下来呢，希望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不只有岁末节游行，台湾这边也请出12部纸以及赛灯，让日本的朋友嘛当认识台湾夜店的文化。日本红前市热烈欢迎！从12年前的这个3000颗到现在的20万颗，成长了60倍。我相信红前市跟台南市的友谊成长也不止60倍。也再次感谢红前的贵宾能够来到台南，热烈参加我们2个城市的物产及文化的交流。2023日本青森县红前函馆文化不散嘉年华，伫百货6楼，除了有展售来品种的青森苹果，还有日本苹果饼干、苹果醋、鸡卵糕、苹果果汁、大会等，甲日本邻国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2023台南幽满季活动，11月18、19号2天，将伫个善化区农会甲安定区公所登场。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恩威特表示，
油麻是非常健康的食品，对身体有真侪好处。推荐民众把一当一届上好的采买时机，将优质的国产油麻产品全部拢炸倒转去。请启动台南金丝板第5回娘家223台南胡麻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一年一度乌麻季国教啊！2023台南乌麻季活动将伫咧11月18、19两天登场，消费者会当伫活动期间内来到善化区农会以及安定区公所采购，现场有各项优质国产乌麻商品会当自行挑选，包含乌麻面、乌麻油、乌麻沙文等食会用的应有尽有。以前都是大家想到胡麻就想到麻油鸡，但是胡麻的制品真的很多，甜的、咸的、香的、阿爆的。所以说很谢谢我们，包括西港，还有安定，还有善化这3个主要的胡麻产区，还有现在嘉里胡麻也开始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希望说这些都值得咱大家来关心，咱大家来介绍好的朋友因为外口的人不知道所以我们这边胡麻这么多产品，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大家只会想要去吃橄榄油。其实我们胡麻的清油跟麻油都很厉害，因此呢，很谢谢，也很期待，也很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让台南优质的胡麻产品，让更多的国内外的好朋友来这个知道。2023台南乌麻季不止产品多元好买，伫现场阁有真侪趣味单位、芝麻酱 DIY 体验等等。阁有上受到亲自欢迎乌麻造型造秀，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参加。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高雄有袂少素食餐厅，毋过惊白费食到饱落线都无济咯。三民区万中街有一间白费素食餐厅，主打各种季节蔬菜做的精致料理，而且阁有甜点甲冰。头家用心打造素食的用餐环境，让人客食了满意，来推广素食。我们现在来到素食餐厅的厨房可以看到厨房是开放的式的厨房厨师们正在很努力的做菜当中所以可以看到厨师的都有这个戴口罩清洁卫生都有做好。而这边呢很努力的出菜，可以看到这是素的肉丸，还有这个丝瓜。待会呢还可以看到更多的菜色那我们先来帮忙来送餐中午时间还没到，这家buffet的素食餐厅就已经有不少客人闻香而来，服务人员赶紧将刚出炉的菜肴送到餐台上，客人也在将近100道的菜肴中夹取想吃的菜色。好，我们现在来到餐台的部分我可以看到这各式各样的一个蔬果，像这个非常新鲜的这个秋葵还有一些这个甜点的部分，像是有这个蛋挞啦、这个面包等等，这都是奶蛋素另外这边还有一个素食的一个披萨，非常棒。那看到这边像是叶菜类的以及呢最后这边呢还有一个蛋区还特别呢规划了一个蛋区用夹，让客人呢方便用这个来夹蛋。因为我是台东人。那台东也产生很多这种芋豆，这是一个好吃。我相信它的看到绿色就知道它的色素的话，就觉得它是一个营养很高的东西它脆脆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这绿菜还有豆子还有煎饺还有卤蛋，还有何首乌。那单点的话，你可能就会想说这个好贵，这个好贵对吧？素食当然一定会比较贵一点，因为菜会涨价比较高。素食对自己身体健康好的，碳水化合物东西我就减少。来吃buffet除了菜色丰富之外呢，最重要就是这个饮料吧素食buffet也不例外像是有蔓越莓汁果醋啦蜂蜜柠檬冬瓜茶，另外呢还有冰淇淋区各式各样的冰淇淋都可以自己来挖好，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个很棒的特色就是剉冰，有没有？自己来剉冰好，把这个打开，哇，它就会自己自动，还可以呢加上各种这个八宝冰的馅料，就成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剉冰还有点心我最爱点心点下再吃，还有咖啡还有什么饮料真的是够剉冰哇小美呢。
为了推广素食，老板特别开了这一家高雄少见的buffet素食餐厅，用餐环境明亮舒适，空间宽敞，没有压迫感。而餐厅旁还有一间健康讲座教室，每个月都会安排素食烹饪教学和健康讲座课程。不少客人也是认同老板推广素食的理念，而爱上吃素食。我个人觉得素食会比较健康一点，而且会有一个可能是信仰问题吧，我会觉得会是不杀生，对，因为就是会有一个功德叫做不杀生之功德，能够饱就好了。我不想说吃到饱，因为吃到饱确实也是一种浪费。点自己喜欢吃的这样子，然后因为有同伴嘛，然后大家可以多一点的时间啊，吃到饱的时间可以比较长，大家可以聊聊天。吃到饱的buffet餐厅大多强调大鱼大肉假高本，但是吃到饱的素食餐厅强调的是健康养生观念，菜色丰富程度也不差，但却创造出不同的用餐气氛。欢迎大家多吃素。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不少少年人会选择单车创业，因为开较少钱，而且时间较自由。高雄市青年局今年就首创高雄青年单车品牌辅导计划，核定98间的单车列入辅导，其中有60成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朋友。每逢特殊节日，市集两侧超有设计感的餐车，不但可以解决游客的口腹之欲，更能增添市集的整体形象。近年来，摊车市集已经成为年轻人微型创业的热门项目，形态自由，加上可以发挥创意，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投入摊车的行列。我觉得最酷的应该就是可以让自己的时间变得很自由，然后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然后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卖自己想要卖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最酷的。然后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客群，可以挑战平常自己比较难做到的事情，比较困难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去挑战的纯素的蛋饼，它是没有蛋的，然后的蛋饼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可以跟就是比较亲近一般的那个基本消费者，然后去分享我们的创业理念跟想法这样。为了因应创业形态的改变，高雄市青年局更是首创高雄青年摊车品牌辅导计划。目前已经核定98家摊车列入辅导，6成以上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除了提供3万元辅导费，还有多位专业顾问免费咨询以及培训的课程。因为我们自己出来摆市集的时候，经验其实一开始是不是很够的。那青年局还有开一些辅导的课程，我们去上了之后，对我们来说帮助比较大的，应该是设计或者是摆设的部分。让我们可以了解更多不同的摊商是如何去设计自己的摊位。他们会提供一些讲师，然后可以让我们去上课，然后可以让我们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可以去接收到不同的知识。配合英国摇滚天团 Coldplay 到高雄开唱，青年局11月11、12日将在高流中心海丰广场举办城市雨浪市集，招募80家特色摊车、10组独立乐团接力表演。同时因应高雄市的演唱会经济，相信对于投入餐车经营的年轻创业者，都能够得到实质而有效的帮助与收益。记者高雄综合报道。高雄轻轨列车展开行车测试，正式开入去424站到432站的路段，吸引民众的注目。目前测试的状况良好，之后也会持续进行各项的检测，确保未来列车实际通行，民众乘坐时阵会当真正安全舒适。高雄轻轨列车现身在大顺路新路段，一早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载着工作人员们与高雄市民的期待，轻轨列车缓慢的前进，在路上爬爬灶，展开了行车测试。列车将会分段进行动态测试，首辆轻轨列车自 C24 车站拉行进入雨豆树路段，进行车辆行车净空检查，并且确认是否有异物侵入。所幸经过实际测试之后，状况良好，之后也展开 C24 到 C32 路段的行车测试。主要测试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冷滑行跟热滑行，就是我们 Coast Line 跟
hard slide 的这样子的一个滑行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的主要的目的就是确认我们轻轨的列车在我们轨道上行驶上不会去碰到任何的我们的设施物跟相关的一个结构物。那目前经过今天早上的测试的话，是状况非常的良好，都没有相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会持续分段的在我们这沿线5公里的部分去陆续的再做一个测试的一个部分。轻轨列车正式驶入 C24 站到 C32 站路段，未来将持续测试车辆与机电各子系统间界面功能，确认供电、耗制和通讯等系统间的功能运作安全与正确。完成后将接续进行系统整合测试与系统稳定性测试。我们还会针对整个供电、耗制、通讯等等相关的一个项目去做一个测试，那整个包括单体测试跟界面测试等等，我们还会做整合的测试。那预期我们在今年的12月初，我们会办理我们的初勘，那在12月底的时候会办理履勘，并取得营运许可。预计在明年1月元旦过后会进行试营运，在正式通车之前，轻轨列车都会不定时于大顺路段进行各项行驶测试，透过各项测试与检查，以确保实际列车通行的时候，车辆车体外围不与路线周边各项设施、植栽或物品产生抵触，让未来民众在搭乘轻轨时能够安全无虞。记者高雄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